大家好，大家好。人民的选择，柯文哲，要新，啊，像咱咧无即个总统安尼母鸡带小鸡吼，啊，市长啊，市长吼，伊是家己要安尼啦，伊就是无想要这边是讲咱市长，如果爱搁做3年外才有够用的吼。啊，恁即摆吼，安尼惯度就出来选总统，会互讲啦，会互念啦。啊，咱就是无爱做互念的麻烦，无爱做迄款的啦。咱就是实实在在的人安尼啦。啊，是讲即个颜耀成先生吼。伊是真优秀，啊真实在，啊就是即款的人，倒来好做立委吼，台湾再进步啦，才有希望啦。啊你若叫一寡迄讲无影的话吼，安尼头前看到即个讲即个话，看到迄个讲迄个话吼，安尼即个你甲人骗吼，安尼较毋好啦。所以市长有甲伊讲，你爱做伊分心安尼吼，爱对，对，我希望是安尼啦。这回咱柯爸妈和柯爸爸第一遍哦出来安尼辅选咱这民众党的区域立委，就表示说我们这个民众党党部包括柯主席啊，他对耀兴这边的选情相当的具有信心，所以呢特别这个要求请求这个双柯爸爸柯妈妈一块呢下来为耀兴助选。啊，像这是好人，咱唔知敢甲支持；啊，歹人咱甲支持，啊，摆咱有责任的。哦，对啦，爱互民众了解的。对啦，互人大家知影啊，实在人咱就吼，伊是脚踏实地的人，咱就甲支持一下。啊，无后摆吼，选了再来后悔就唔对咯，咱就想对支持这颜耀成先生，吼，才拜托大家吼，该支持的，甲帮助。还不好意思打扰各位哈，不好意思打扰各位，谢谢。三寮，你坐中，你个柯爸柯妈坐边仔人，我来解惑啦，来好，来你坐啦，好，来，阿丽姐姐好，请接手。呢，我资料。安生。好。总统的选举吼，胜负一定决定啊！啊，即摆剩的拢是笨色时间啊，你的看法是安怎？这我唔知意思，晓这本色时间啦，我都袂晓。我迄讲啦，决定就好咯，吼啊，这吼这是会当选袂当选是天，唔是讲啥物人都有法度的，哦天啊，咱若好人吼，神就甲咱帮助，安尼。你有参考到天意是啥货无？上头一个天机的。天嘿，啊天就是咱人若做好，神拢有快，头壳顶3寸拢有神明，啊伊拢有快。我是足信心的啦，吼，所以神有咧看，啊要互什么人当选吼，神咧决定。这样后届会真正出来选总统的啊？我迄讲啦，免即摆讲嘛，咱交再讲嘛会。安尼吼，无爱即摆伊就来用这政党有无吼？伊这以后伊要行这条路，你有啥物意见无？我讲啊，囡仔吼，伊家己爱的代志吼，做爸母袂使甲做囡仔安尼甲管，袂使安尼嘞。互伊的意思，伊家己决定。啊，爸母甲支持，啊朋友甲支持，安尼，大家来甲支持，亲戚朋友拢来甲支持，安尼。这叫的立委先选了好，选了过较讲。对啦，这立委吼较重要啦，先选即摆吼，先选好，互选吼若较侪实的吼，就是较有帮助啦。阮柯文哲是故意人啦，啊直直的啦，啊讲实在话啦，袂安包装安尼骗人，袂安尼啦。